I love that hymn. 我好中意嗰隻詩歌。送禮係一種社交習俗，幾千年嚟喺各個人類文化同埋文明都可以睇到。一直以嚟，人會透過送禮嚟鞏固彼此嘅關係，表達愛同埋感激，同埋紀念婚禮、生日同埋節日等等重要嘅事件。但係神所創造嘅萬物並唔係只有人類先至會彼此送禮。喺多不勝數嘅例子入面，我哋知道企鵝會將閃靈靈嘅石頭送俾求偶嘅對象；倭黑猩猩嘅近親會送水果嚟擴大社交圈子。你曾經送過啲咩禮物呢？諗一下，你曾經揾到或者親手製作嘅一份完美禮物，同將佢送俾所愛之人嘅時刻，你好清楚知道呢份禮物淨係對方想要，而且佢係會珍藏嘅。嗰份禮物係乜嘢呢？係送俾你媽媽、朋友、仔女、老師定係爺爺？你揾到想送嘅禮物嗰陣，諗到你所愛嘅人拆開嗰份禮物嗰陣，有啲乜嘢感覺呢？同樣咁樣，諗下曾幾何時有人送俾你一份完美嘅禮物，同埋收到嗰份禮物又有啲咩感覺呢？我大約7歲嘅時候，同我嘅父母住喺阿拉伯，當時上映咗一部叫做《冠軍老爺車》嘅兒童電影。嗰部電影係講述一架可以自己駕駛、浮喺水面，甚至仲可以飛起嚟嘅神奇汽車故事。我知道喺英國嘅家鄉可以買得到好似冠軍老爺車咁樣嘅迷你玩具車。真係我好想要一架，只要拉動一下嗰個控制桿，就可以令架玩具車嘅機翼彈出嚟。我爸爸要去英國出差，佢問我要唔要帶啲乜嘢返嚟俾我，話俾佢知我好想要一架冠軍老爺車。佢出差返嚟之後，我乜嘢玩具車都冇見到，我好唔開心，以為佢一定唔記得咗啦。不過大約10日之後，係我嘅生日，有一個包裝精美嘅小禮盒等緊我。我滿心期待，但係又唔敢抱太大嘅希望。我打開咗份禮物，見到嗰架玩具車，我開心到喊出嚟。我拉動控制桿，機翼彈出嚟，同電影入面嘅一樣。我真係好多謝我嘅爸爸俾咗呢份最珍貴嘅禮物我。嗰架玩具車玩咗好幾年，仲珍藏咗好耐。我覺得爸爸想將嗰架玩具車送俾我，同我渴望收到嗰份禮物嘅程度係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哋可以將送禮分成3個部分。第一，給予禮物嘅時候，給予者會挑選、製作或者係準備禮物，然後送到所愛嘅人手上。咁樣包括給予者會費盡心思嚟送出有意義嘅嘢。第二，收下同埋打開禮物。收下禮物嘅人喺給予者手上收下禮物嗰陣，通常會出現驚訝、感激同埋興奮之情。打開禮物之前，有時會拆開蝴蝶結同埋包裝紙嚟睇睇係啲乜嘢禮物。第三，跟住落嚟，可能亦都係最重要嘅部分，就係接受呢一份禮物，接受一份真誠咁給予嘅禮物，遠遠唔單止係收下同埋打開禮物，甚至唔止係認可呢一份禮物嘅價值，並且將送禮嘅人表達感謝。真正接受一份禮物嘅時候，我哋自己會明白禮物嘅價值，喺生活入面好好善用，並且心懷感激咁樣記住送禮嘅人。接受一份禮物唔係被動嘅，而係刻意又深具意義嘅過程，唔淨係打開一個包裹咁簡單。接受就係用一種能夠鞏固給予者同埋接受者之間情誼嘅方式嚟表示感謝，並且將禮物本身同給予者嘅心意聯繫喺埋一齊。諗翻起嗰架玩具車，就勾起我好多好多美好嘅回憶。我彷彿再次感受到我嘅爸爸透過嗰份禮物同其他慷慨嘅行為所表達出嚟對我深切嘅愛同埋關懷。
我哋嘅天父擁有無數份光同埋真理嘅禮物，要傾注喺佢珍貴嘅兒女身上，亦都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呢啲禮物嚟自我哋慷慨嘅給予者，就好似喺曠野入面湧出嚟嘅一股清泉，發源喺佢嘅慈愛之心。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喺我哋同父所訂立嘅聖約入面，佢永遠係給予者，而我哋就係卑微嘅接受者。但係如果冇天父所愛嘅羔羊，佢嘅兒子耶穌基督呢項最偉大嘅禮物，我哋就乜嘢都得唔到。天父所賜嘅一切禮物都嚟自，亦都因為救主甘願喺客西馬尼同埋十字架上奉獻佢自己，以及佢戰勝死亡嘅復活而有效。我哋嘅慈悲嘅救贖主耶穌基督係嚟自眾光之父嘅至高禮物。神在他兒子的恩賜中為我們預備了更妙的道。我想而家講下永恆真理涵括一切嘅大禮，讓我哋得以接受天父希望賦予我哋嘅一切。只要我哋完整咁收到同埋接受呢份至關重要嘅知識恩賜，並且深植喺靈魂嘅深處，坦然咁樣面對人生嘅喜悅同埋艱辛，以及我哋未獲解答嘅問題，呢一份禮物就係我哋確實係神嘅兒女。呢一項真理令人讚嘆，無與倫比。呢一項真理唔單單係一個比喻。試想像一下，你第一次聆聽到呢項真理嘅時候，你確實係佢鍾愛嘅女兒，你確實係佢寶貴嘅兒子。你所走嘅道路就係佢嘅幸福計劃。佢有通曉萬事嘅愛。喺你被差遣到世上之前，佢就清楚知道你係邊一個，你喺塵世生命入面所經歷嘅一切，以及佢慈悲咁為你嘅每一個明天所做嘅計劃。天父幾咁渴望有一日你會返到佢嘅身邊，接受佢呢一切美好禮物嘅至高目的，即係享有永生，同佢同住。所以問題並唔在於呢項真理嘅禮物係咪真實，而係在於我哋能唔能夠發掘到並且接受。天父已經將呢一份禮物傾注喺我哋身上，救主已經償付咗呢份禮物最終目的嘅代價。但係如果你已經聽過、講過、唱過呢項真理好多年，可能呢股美妙嘅感動已經逐漸消退，你唔再感受到佢嘅力量同埋平安。如果都冇人收下、打開同埋接受呢一份無價嘅禮物，了解其中嘅一切良善、平安同埋希望，對我哋嚟講係幾咁可怕嘅損失呢？神會幾咁難過呢？如果送禮物給某人，而他不接受那禮物，那對這人有什麼益處呢？看咯，他沒有從那送給他的禮物得到快樂，也沒有從那送禮物的人得到快樂。我要邀請各位，無論你係第一次接受，定係比以往更完全咁樣接受呢一項真理，接受你哋確實係神所鍾愛嘅兒女呢一項偉大嘅事實，你必須要拆開蝴蝶結，撕開包裝紙，打開盒，並且懷住感恩嘅謙卑，主動去接受，獲得到呢一項真理真實且純正嘅理解。聖靈會向你內心見證，你確實係至高者嘅孩子。當你將呢個崇高嘅事實迎入你嘅靈魂深處，並且感受到其中嘅安慰嘅時候，你嘅整個思維模式都會改變。無論你嘅生活入面發生乜嘢事，你都能夠感受到佢嘅愛，聆聽到佢嘅聲音，以及辨認出佢嘅手。你可以改變你對自己同埋對其他人嘅睇法，
你同救主所訂立嘅聖約會變得更加牢固，並且透過呢份甜美嘅禮物，讓生活變得更加光輝耀眼、美麗同埋充滿希望。我懇請各位，你願意祈禱求問自己係咪喺靈魂深處真正接受呢項改變生命嘅知識嗎？你願意接受呢一份禮物嗎？你會比以往更加深入、更加盡情，並且更加充分咁樣去接受嗎？而喺接受之後，你願意讓其他一切隨之而嚟嘅改變嘅禮物傾注喺你嘅身上嗎？你可能會諗，咁我需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獲得呢份嚟自神嘅禮物呢？其實乜嘢都唔需要做，呢啲係嚟自嗰位給予者嘅禮物。事實就係咁樣，只需要接受呢個事實就得啦。你係佢嘅孩子，你深受佢所愛，唔好諗得太複雜。亦唔好俾你冇資格嘅念頭阻止你去接受呢份禮物。事實上，我哋冇任何人有資格獲得呢份禮物。天父所賜嘅一切，唯有透過神聖彌賽亞嘅功勞、慈悲同埋恩典，先至能夠獲得。但係佢慷慨嘅內心係幾咁渴望佢嘅每一個兒女都會接受呢份禮物。然後隨住你對呢個理解有新或者重新嘅領悟，喜悅咁感謝呢份禮物嘅給予者。自我喺20幾歲歸信基督開始，我就意識到自己確實係一位神嘅兒子呢個事實。我越充分咁樣內化呢一份禮物，就越清楚了解自己嘅身份，亦都知道自己獲得咗幾咁完全嘅愛。有啲事情已經幫助我增加理解力，包括經文嘅話語、我嘅教長祝福、聖殿嘅崇拜、服務他人、表達感激之情，以及同天父之間嘅神聖祈禱。我好驚訝咁發現，如果能夠更早知道呢項美好嘅真理，我先前人生入面嘅憂傷、痛苦同埋悲傷，可能會點樣被重新定義、獲得慰藉，並且克服其中大部分嘅事情。摩羅乃勸告我哋不要否認神的恩賜，而係要歸向基督，接受每一項好的恩賜。你歸向基督，可以完全信賴佢嘅慈愛，並且接受佢所有嘅禮物，包括喜樂、平安、希望、光、真理、啟示、知識同埋智慧。你可以抬頭仰望，伸出雙臂，並且打開雙手嚟接受。你可以獲得呢啲禮物，係因為你堅定不移咁樣知道自己係神心愛嘅女兒，係神鍾愛嘅兒子，而神賜下佢完美嘅神聖之子嚟救贖你，使你稱義並得到聖化。你係神嘅孩子，呢個唔只係一首我哋所唱嘅美妙詩歌。你願唔願意收下、打開並且接受呢份嚟自對佢嘅知識同埋理解嘅禮物？你會唔會視佢為珍貴寶藏咁樣緊緊握住佢呢？再次接受呢份禮物，或者第一次去真正咁接受，並且讓呢一份禮物改寫你生活嘅每一方面。呢個係神透過佢兒子呢份禮物所為你預備嘅更妙的道。的確，你嚟到世上係為咗擁有快樂。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